Ladies and gentlemen, show time。而家我哋返到1997年，有請我哋嘅港督彭生及特首董伯伯出場。我哋終於返去我哋祖國嘅懷抱啦！回歸之後，香港人點都估唔到，有場極大影響力嘅金融風暴即將出現。H5N1 一爆發，政府下令屠殺雞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沙士令到我哋全港市民幾乎癱瘓。喺一眾賭歌聲之下，董伯伯因為身體不適而宣布辭職。香港市民靠你啦，多多真。2005年9月12號，香港迪士尼樂園正式開幕。正式開啟啦！多謝乘搭昂坪360，樂樂同盈盈嚟到香港啦！